聽日 OK，聽日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好啦，聽日7度嘅陰風。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參加美德網上粵語主日崇拜。讓我哋先安靜我哋嘅心，以心靈誠實嚟敬拜主。感謝神喺呢個漫天風雪日子當中，我哋仍然都可以蒙福齊集喺網上，以詩歌、以讀經、聽道與奉獻同心敬拜，進入安息。詩篇113篇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耶和華的僕人啊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的名。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，從今時直到永遠，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，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先以詩歌嚟去作為我哋嘅敬拜，讓我哋同心合唱敬拜主。敬拜主，敬拜全能的主，榮耀能力，一切讚美都歸給他。敬拜主，敬拜權柄的主，從他寶座能力流出。感謝萬王之王，我哋以第二首詩歌嚟去頌讚主名，讓我哋同心合唱，聖殿充滿讚美。
請牧師為我哋作禱告。同心低頭禱告。天地嘅主，至高嘅神，我哋敬拜讚美你。洪水泛濫嘅時候，風雪交加嘅時候，耶和華坐着為王，統管萬有。神啊，你賜力量俾你嘅百姓，也賜平安嘅福給你嘅子民。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，你嘅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將你嘅榮耀彰顯於天。我哋觀看你指頭所造嘅天，所下嘅雪，所吹嘅風，就說人算什麼，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，你竟眷顧他。感謝你創造我哋，雖然暫時比天使微小一點，但賜給我哋榮耀尊貴為冠冕。我哋敬拜創天造地嘅主，我哋感謝為我哋道成肉身經十字架受死埋葬復活嘅耶穌基督。我哋倚靠在神面前全能嘅聖靈，你察看人心，知道我哋嘅心腸肺腑。三位一體嘅真神，我哋與天上嘅天使天軍、舊約新約所有嘅聖徒24位長老都一同俯伏敬拜你。今天在世界各地東南西北奉耶穌嘅名聚集嘅會眾，無論實體、網上，不同嘅語言、膚色，我哋都係基督嘅身體，我哋都係神嘅教會，將榮耀頌讚歸給你。感謝天父上個禮拜帶領教會嘅青少年 Winter Chill 退休會平安回來，滿有得着。感謝主，你使用我哋教會嘅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宣揚福音，造就門徒。特別紀念馬孝圈宣教士 Vivian 在英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，願主使用 Vivian 喺下一代事工訓練英國嘅華裔侍奉同工們。教會嘅長者，我哋喺你面前求主保守蘇梅玉潔、丁黃傑容、李黃美琴、朱佩佩在不同嘅地方，願你嘅靈同樣與他們同在。只有喺風雪之中，求你保守眾弟兄姊妹溫暖平安，更加因為有聖靈嘅同在，我哋心裏邊可以剛強壯膽。神啊，感謝讚美你，藉着今天我哋喺網絡上嘅宣講、閱讀、詩歌，我哋將榮耀歸給你。求你垂聽我哋同心禱告，奉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神嘅名在全地係何其美！我哋繼續以詩歌敬拜讚美，讓我哋同心合唱，同路人。真理，路遠又險詐。
祈禱，見到快慰開心事，但願樣樣你分享，為你感謝神，同我極珍貴。上路，懷內滿興奮，同實現真理，路越能呼應，俗世多圈套，常望你督責，求為我祝福，努力不後退。挫折我掛慮，肩擔重壓我汗淚，一生幾多事遇練，你為我祈禱，見到快慰開心事，但願樣樣你分享，為你感謝神，同路極珍貴。挫折我掛慮，肩擔重壓我汗淚，一生幾多事遇練，你為我祈禱，見到快慰開心事，但願樣樣你分享，為你感謝神，同路極珍貴。我哋為牧師感謝神。而家係啟應文嘅時間，今日嘅題目係基督的身體教會。我還告訴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。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。凡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，並且各自作肢體，就如身子是一個，卻有許多肢體。而且肢體雖多，仍是一個身子，基督也是這樣。他所賜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傳福音的，有牧師和教師，為要成全聖徒，各盡其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，認識神的兒子，得以長大成人，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。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接着係正道與聽道嘅時間，今天亦都係由我哋親愛嘅牧師正道，題目為互為肢體的教會，取自哥林多前書12章12至27節。請大家同心聆聽保羅嘅教導。哥林多前書，就正如身體是一個，卻有許多肢體，身體的肢體雖多，仍是一個身體。基督也是這樣，我們無論是猶太人，是希臘人，是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從一位聖靈受洗，成了一個身體，並且共享這位聖靈。身體原不只是一個肢體，而是許多肢體。假如腳說我不是手，
所以不屬於身體，它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。假如耳朵說我不是眼睛，所以不屬於身體，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體。假如全身是眼睛，聽覺在哪裏呢？假如全身是耳朵，嗅覺在哪裏呢？但現在上帝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一一安置在身體上了。假如全都是一個肢體，身體在哪裏呢？但現在肢體雖多，身體還是一個。眼睛不能對手說我用不着你，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着你。不但如此，身上的肢體人以為軟弱的，更是不可缺少的。身上的肢體我們認為不體面的，越發給他加上體面；我們不雅觀的，越發裝飾得雅觀。我們雅觀的肢體自然用不着裝飾，但上帝配搭這身子，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欠缺的肢體，免得身體不協調，總要肢體被彼此照顧。假如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；假如一個肢體得光榮，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。你們是基督的身體，並且各自都是肢體。今日嘅題目係互為肢體的教會。美德教會各月英語堂3個會眾今年初都會講同一個系列。4位牧師，我哋會宣講相同嘅主題。教會唔係乜嘢？教會係乜嘢？首先，教會唔係建築物758號 Hamilton 街，呢個只係我哋聚會嘅地方。教會係一個敬拜嘅群體，教導嘅會眾係 people， 唔係 building。另外，教會唔係公司，冇錯，教會有組織。有 organization， 有牧師長老執事同工會，有會員制度。但聖經嘅圖畫講到教會係基督嘅身體，有眼耳口鼻心肝脾肺腎，有手有腳，由4肢組成一個有機體 organism。正如剛才所讀過嘅經文，如果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嘅肢體就一同受苦；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所有嘅肢體就一同快樂。仲有，教會唔係俱樂部 social club， 唔係淨係飲咖啡傾閒偈。教會係一個使命嘅群體 missional， 進入社區，遵行主嘅大使命。仲有呢，教會唔單止係有宗教儀式 ceremony， 更重要，教會係神喺地上嘅見證 testimony。喺呢個罪惡嘅世界裏邊，美德教會宣揚神嘅美德。正如我哋好熟悉嘅會訓，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教會唔只係一個人建立嘅機構 human institution， 喺新澤西政府註冊，喺美國聯邦登記為非牟利機構501C3。教會更加係神的家 God's family。 喺提摩太前書3章咁話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，係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教會嘅權柄係高於政府嘅權柄。政府可以監禁基督徒，可以拆毀教堂。喺中國、喺伊朗、喺非洲、尼日利亞，但係唔能夠消滅教會，因為教會嘅元首就係耶穌基督，逼迫教會就係逼迫基督。
馬太福音16章，耶穌話：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。基督教電台 CBN 宣稱話喺伊朗本來有75000間清真寺，最近20年有5萬間清真寺關閉，即係大約2/3。不過近年來竟然有100萬嘅穆斯林接受基督，佢哋偷偷地5個人、10個人咁組織成地下教會。另外一個福音機構敞開的門 Open Door 宣稱話，伊朗政府將基督徒視為國家安全威脅，指控佢哋受西方國家影響，意圖顛覆穆斯林嘅政權。呢班嘅外國代理人，而四川成都秋雨教會前任黃怡牧師喺坐監之前曾經發表文章《我的聲明》，佢話在地上從來係只有1000年嘅教會，沒有1000年嘅政權，只有永遠的信仰，沒有永遠的權勢。教會雖然受逼迫，但唔會被消滅；雖然經過苦難，但必定得勝。教會雖然可能會跌倒犯罪，但係上帝必定會管教、懲罰、潔淨。教會必定會成為聖潔，係基督榮耀嘅新婦。教會係榮耀嘅，因為基督係榮耀嘅。今日我哋一齊嚟到思想互為肢體嘅教會。首先，第一點，基督身體多元而合一。哥林多前書12章講到，就如身子即係身體係一個，卻有許多肢體，而且肢體雖然多，仍然都係一個身子。基督也是這樣。我哋不拘係猶太人、希臘人、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從一位聖靈受洗，成了一個身體，飲於一位聖靈。當時哥林多教會有人要爭大出風頭，要話事權，佢哋或者係強調個人擁有某啲好突出嘅屬靈恩賜，認為自己叻過別人，於是教會內部緊張，可能隨時會分裂。於是保羅就解釋乜嘢係教會。教會就係基督嘅身體，基督係頭，教會係身體。呢個身體就係包括所有重生得救嘅基督徒，來自唔同背景、種族、社會階層。哥林多教會裏邊有猶太人，有外邦人，即係希臘人，就好似今日華人教會有第一代移民，亦有第二代土生華裔 ABC。哥林多教會又有奴隸，亦有主人，即係有富翁、有窮人、有總經理，可能都有乞兒。就好似我哋教會有大陸人、台灣人、香港人、東南亞人、福星，仲有幾個白人、幾個黑人，又有國語堂、粵語堂、英語堂、青少年事工、兒童事工。我哋就稱為一間教會，兩文三語，4位牧師，5個事工，多元化，同時合一。有高矮肥瘦，男女老幼，有公司老闆，有藍領勞工階層，好多嘅不同，但係都係合一，屬於一個身體。聖經講到我哋接受同一個洗禮，就係聖靈嘅洗禮 ，diversity in unity， 多元化，但係合一。喺一間教會嘅團契玩遊戲，叫做老友記埋堆，3分鐘內揾3個人成為小組。有啲揾唔到老友嘅就坐埋一邊，3個老友玩得好開心。跟住主持人就話：
3分鐘內喺3個女嘅中踢一個冇咁老友嘅出去，於是小組商量。主持人就問啦：被踢出來嘅人有咩感受啊？個個都騎騎聲笑口話：我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咯。另外一個人話：佢哋兩個咧喺教會已經幾十年，我呢年資只得幾年，所以自動出局啦。主持人又問另一個坐喺角落頭嘅姊妹：你係咪入唔到小組啊？佢突然間喊起嚟，講出真心話：呢個唔係遊戲咁簡單，其實我個禮拜都玩緊啊！我嚟教會2年，每次嚟教會孤零零一個，散會嘅時候亦係孤零零一個。我見到佢哋好相熟嘅老友去邊度旅遊啊？走埋一堆，細聲講，大聲笑，嘻嘻哈哈，但係冇人嚟同我打招呼。我好似一個隱形人，孤孤單單嚟，孤孤單單走。我哋會唔會忽略咗喺語堂裏邊有啲孤單嘅人呢？再睇遠啲，我哋有冇留意到教會裏邊一啲孤單嘅小朋友、孤單嘅青少年、孤單嘅 ABC、孤單嘅國語人？如果美德教會係一間互為肢體嘅教會，你嘅關心、你嘅問候係不可缺少嘅。咁我哋繼續就問：喺多元文化嘅教會，唔同階層、唔同背景、唔同性格，點樣能夠合一啊？10隻手指有長短。教會弟兄姊妹當中有老中青，又有兒童，又有幾個嬰孩添，點能夠合適呢？個秘訣就係第2點，需要彼此幫助，互補不足。14節繼續話，身體原來唔係一個肢體，而係好多個肢體。但係如今神隨自己嘅意思，將肢體區隔安排在身體唔同嘅位置上。每個器官、每個肢體都係神智慧嘅安排。盲腸都有功用，腳趾尾亦好重要，係因為神精心設計嘅。其他嘅器官、其他嘅肢體互相配搭，互補不足嘅。保羅從身體嘅角度提醒我哋，肢體之間唔係互相輕看、彼此排斥，而係彼此幫補啊！睇下對方有咩需要，我能夠點樣去扶持，就好似身體唔同嘅器官、唔同嘅系統，彼此配搭先至能夠正常運作。舉例，我媽媽2個月前有幾次輕微中風，感恩喺療養院裏邊康復治療有進步。因為中風，佢左手左腳功能大大減少，一舉一動咧都係多數依賴右手右腳。而家有啲進步，可以扶住 walker 慢慢行。右手右腳就要幫助左手左腳嘅不足，互補不足。幾年前我亦做過白內障手術，好似我哋語堂咁嘅年紀，呢個手術分開2次，一次做一隻眼。咁唔單止換咗蒙查查嘅舊嘅眼睛裏邊嘅鏡片，連近視咧亦糾正咗90%幾。先做左眼，3星期後再做右眼，但係中間呢3個星期就幾痛苦。左眼唔使戴眼鏡，右眼繼續戴眼鏡，所以揸車嘅時候，左右2隻眼咧係大細超，非常吃力。左眼幫助右眼，互補不足，終於捱過咗。教會某啲嘅侍奉嘅部門都係啊，各月英語3堂。唔能夠樣樣都係平均分噶嘛？例如語堂有幾位同工擔大旗，例如財政部啦、採購部啦。
佢哋做咗好多幕後工作嘅，冇人知，上帝知道，有啲我都知。例如過去幾個星期到今日都係落大雪，實體崇拜改為網上崇拜，某啲嘅粵語同工唔單止準備粵語網上崇拜，同時要幫忙國語嘅網上崇拜，呢個就係互補不足。因為我哋係一個身體，一間教會，我哋有嘅經驗同恩賜唔單止服侍粵語堂，有服侍全教會。當然啦，粵語堂亦都有我哋嘅不足，年紀大，機器壞，晚上揸車蒙查查，所以晚上聚會多數係依賴英語堂、國語堂，年青力壯後生仔女。例如咧，感恩節嘅社區晚餐，因為5點鐘已經天黑，所以就係由英語堂擔起大旗，粵語堂參與嘅弟兄姊妹就唔係好多啦，真係10隻手指有長短。不過每隻手指有不同嘅角色，手可以彈琴、打字、指揮，但係如果你叫手用嚟行路，咁就非常吃力，而且容易受傷。咁沉重嘅負擔就由雙腳雙腿負責啦，或者咧由膊頭去承擔重擔。例如咧，網上崇拜咧，單係牧師一個，咁啊真係幾難搞嘅。所以我要依賴幾位同工幫忙，因為正在講道嘅時候，台面上起碼有3個熒光幕嘅，投影片啦、講章啦、Zoom 平台啦，仲有手機啦，仲有崇拜程序表咧。如果冇佢哋嘅幫忙，好難舉行實體，好難舉行呢個網上崇拜。例如剛才我哋所唱嘅詩歌咧，我哋係同路人啊，一齊奔走天路。我哋亦喺度係一隊軍隊啊。當其他嘅戰友受傷甚至殘廢嘅時候，絕對唔能夠拋棄佢自生自滅，一定要拼盡全力去搶救佢。喺教會裏邊，即係基督嘅身體，每個器官、每個肢體、每一個人都係好重要。Everybody is somebody。繼續我哋思想，互為肢體嘅教會係需要相識、相顧、榮辱與共。25節繼續講到話，免得身上分門別類，總要肢體彼此相顧。若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嘅肢體就一同受苦；若一個肢體得榮耀，所有嘅肢體就一同快樂。肢體彼此相顧，唔論係受苦或榮耀，軍隊、球隊都係同甘共苦嘅。球隊贏波，個個都榮耀，唔單止係隊長同教練喎。如果球隊輸波咧，食零雞蛋，個個都感到失敗，包括隊長同教練，整個團隊一同感到榮耀或者羞辱，榮辱與共。例如我哋教會嘅青少年12節路加福音閱讀挑戰，有幾位得獎者成功閱讀24章路加福音，唔單止咧飲珍珠奶茶嘅青少年感到開心同光榮啊，尤其佢哋個父母感到光榮，連青少年嘅牧師同幾位導師亦為佢哋感到光榮。另外咧，上個星期日佢哋被逼要提早離開退休營，因為風雪將至，佢哋朝早7點鐘就要起床離開，所以教會有部分嘅同工們知道佢哋已經在路上，一同為佢哋擔憂，為佢哋禱告。教會就係咁樣啊，一同受苦，一同得榮耀。或者你會諗，我冇細佬哥喺青少年團契，所以佢哋嘅成敗得失與我無關，只有粵語堂嘅事我先至關心。如果我哋對教會係真係有歸屬感，就會將教會睇為自己屬靈嘅家，
家裏面嘅男女老幼亦係我嘅家人，家裏面嘅青少年都係我嘅青少年。咁樣我哋就會對教會有更大嘅歸屬感。而呢個心態就引致第4點，教會興旺，人人有責。使徒行傳第2章講到五旬節之後，彼得講到3000人信主，好多人加入教會。42節就話呢班嘅信徒，呢間教會都恆心遵守使徒嘅教訓，彼此交接，擘餅祈禱，信嘅人都在一處，凡物公用。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嘅，恆切地在殿裏，且在家中擘餅，存着歡喜誠實嘅心用飯，讚美神，得眾民的喜悅。主將得救嘅人天天加給他們。呢間就係興旺嘅教會，互為肢體嘅教會。特別留意42節，彼此交接。原文呢個字叫做 koinonia， 可以解釋為交通、有份、參與、分享、合夥，可以譯為團契，或者我哋叫嘅 fellowship。教會並唔係以消費為導向嘅 consumer driven 嘅。嗱，餐館就係以消費者為中心，顧客永遠是對的，因為顧客係消費者。如果餐館嘅餸菜味道好，顧客就繼續幫襯捧場；如果餸菜水準下降，顧客就揾其他餐館。有啲基督徒去教會咧，都係存住咁樣嘅心態。而另外有啲基督徒參加教會係觀眾嘅心態啊 ，spectator， 欣賞球賽，球隊表現良好就鼓掌，表現唔好咧就柴台，但係自己永遠唔會參與，唔會落到球場去幫忙比賽。如果有啲弟兄姊妹窮困冇錢開飯，咁有錢嘅信徒就會伸手援助，所以凡物公用。嗱，呢個唔係共產黨嘅制度強制嘅共產，而係歡喜快樂嘅分享。正如主禱文嘅祈求話：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。留意係眾數，我們唔係單數我。即係話，當我哋祈禱嘅時候，想到窮困嘅弟兄冇麵包食，而我咧祈緊禱，有2個麵包喎，是否神就感動我將1個麵包分享俾嗰個飢餓嘅弟兄咧？教會唔係一個社交團體，唔係同鄉會、政治團體、學術團體，而係一個屬靈嘅團體。呢個團體係以基督為首，所有嘅信徒組織起嚟成為一個共同體，係以基督為中心，屬靈生命嘅共同體。好多人移民嚟到美國要攞福利，就算自己嘅家鄉有樓有屋有豐厚嘅退休金，仍然詐傻扮懵，銀行1個仙都冇，就係要喺美國攞着數，真係禾稈冚珍珠啊！而真正嘅團契 koinonia 就係唔單止坐喺教會嘅大廳裏邊食茶點、飲咖啡、傾閒偈，你留意，咦？國語堂、英語堂、青少年、兒童同埋粵語堂裏邊有啲乜嘢嘅弟兄姊妹，有啲咩需要我可以幫忙嘅咧？或者有啲人話我咩才幹都冇，所以好容易自卑，覺得冇用。然而在神嘅眼中，你係一定有用嘅，一定有貢獻嘅。好似我初初信主嘅時候咧，我曾經亦都參加過詩班，
不過唱唱下唔夠氣，唱嚟唱去都唔夠大聲，冇乜出息。不過後來我就發覺，咦，原來我可以教主學喎，可以講解聖經喎，可以俾神使用喎，對教會有貢獻噃。教會唔係一個社交團體，教會係一個真正嘅屬靈團體，唔係以消費為導向嘅。而教會嘅本質唔係為咗咧拓展人際關係一個社交場合，唔係滿足自己屬靈嘅需求，消費神職人員服務一個零售場所啊！信徒唔係顧客，去教會購買服務，而係主動嘅參與者 participants 同埋委身者。專注就係敬拜神，領受真理，實踐彼此相愛。教會係基督嘅身體，信徒係互為肢體，我哋分享生命，彼此扶持同成長。教會係以基督為首，而信徒喺聖靈裏邊，我哋連結，追求生命成長，一個屬靈嘅生命共同體。美國已故甘迺迪總統有句名言：唔好問國家能夠為你做乜嘢，反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乜嘢。正所謂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應用在美德教會，教會興亡咧，人人都有責。究竟我哋參加教會為咗咩目的？唔好單單問教會能夠滿足我啲乜嘢需要，嬰兒房間適唔適合我嘅小朋友呢？教會有冇中文學校呢？參加教會，我哋反而要問教會有啲咩需要我可以幫忙？究竟我係一個 consumer 消費者，還係一個貢獻者 contributor？ 究竟我係一個旁觀者spectator， 還係一個參與者 participant？ 更加，如果我哋對教會有歸屬感、擁有感嘅話，我哋是否覺得對呢個教會有 ownership？ 國家興亡，教會興亡，我有份，我有責任呢？請我哋同心低頭祈禱。創造天地嘅主，我哋感謝你揀選我哋成為你兒女，因為基督嘅救贖、聖靈嘅重生，我哋加入教會，互為肢體。願主開我哋嘅眼睛，知道我哋教會裏邊應該擔任乜嘢角色，唔係批評，唔係埋怨，唔係單單等人服侍，而係作僕人服侍人，喺社區作見證。天父上帝，我哋為美德教會獻上感恩。過去你賜福我哋50年，未來50年繼續仰望，相信你會大大賜福。我哋恭敬祈禱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Amen。感謝神，願我哋都以成為基督與教會嘅肢體，血脈相連，互補不足，建立教會。我哋繼續以詩歌作為回應，同心合唱教會一家。沒有轉眼。
我哋以奉獻亦都作為我哋嘅敬拜，甘心樂獻嘅奉獻係神所喜悅嘅。我哋以一首詩歌作為我哋嘅感恩禱告，同心合唱，將最好的獻給主。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，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。提摩太後書2章2節。歡迎大家參加今天嘅網上崇拜。提醒教會今年教會嘅牧師請繼續。我熒幕冇睇到嚇。上個禮拜15位青少年同埋5位成年嘅導師去前往新澤西海岸 Harvest Centre 參加冬令輕鬆 Winter Chill 青少年退休會，體驗咗2日嘅團契敬拜同康樂活動之後，因為要避開風雪提早回家。雖然係意猶未盡，但幸好已經享受過歡樂嘅時光。大家從相片可以見到佢哋玩得幾開心。為咗鼓勵語堂每日靈修，大家可以採用喺教會裏邊嘅讀經表或者每日研經釋義，有紙張或者係電子版，亦可以免費收看靈修嘅講解。1月份我哋正在靈修嘅馬太福音。教會籌備緊5月底退休會，需要估計幾多語堂嘅人出席，有幾多人入營參加，幾多人侍奉，包括領詩、翻譯、小組長、註冊、退休會嘅籌委等等，先至決定是否同國粵語聯合或者係不設翻譯。
如果你計劃入營參加或者願意侍奉，請個別聯絡我。聚會預告：周四查經班，星期四8點查考《使徒行傳》，周五祈禱會。呢個禮拜我哋紀念嘅宣教士係 Vivian 馬孝軒宣教士，喺英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負責下一代事工。好，我哋今日嘅崇拜將崇拜獻俾神，同唱三一頌。同心領受祝福，但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天父上帝嘅慈愛、聖靈保惠師嘅感動，常與你們眾人同在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阿門。默禱散會。